阿摩司書1章1節，提哥亞的牧人阿摩司在猶大王烏西亞和以色列王約阿斯的兒子耶羅波安作王的日子，大地震前2年所見的異象，就是有關以色列的話，記在下面。阿摩司書1章1節係阿摩司書嘅背景，作者阿摩司將當時嘅背景交代得好清楚。烏西亞係亞瑪謝嘅兒子，又名亞撒利雅。烏西亞16歲嘅時候就接續佢父親作猶大王。當撒迦利亞作祭司嘅時候，仍然在世。烏西亞定意尋求神，佢尋求耶和華，神就使佢亨通。可惜喺歷代志下26章16節咁樣記載，他既強盛就心高氣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華他的神，進耶和華的殿，要在香壇上燒香。佢強行發嬲想燒香嘅時候，忽然就長出大麻風。大祭司亞撒利雅同眾祭司睇到烏西亞長出大麻風，就叫佢立即離開聖殿，直到死嗰日，佢都與耶和華嘅殿隔離。耶羅波安二世繼承約阿斯以色列作王，佢乘亞蘭撤兵，佔據咗亞蘭國嘅首都大馬色，一路日後不斷擴展疆土，佢嘅疆土擴展到大衛時代嗰個疆界，結合猶大國烏西亞同埋耶羅波安二世兩個南北國加埋一齊，佢哋嘅經濟繁榮更加使人相信兩個國家已經恢復到早期王國黃金時代。聖經記載嘅大地震喺以色列考古學家最近喺發掘到喺耶路撒冷裏邊一個嘅遺跡，證實挖出嚟嘅物品正值聖經阿摩司書同撒迦利亞書中記載地震嘅證據。當時強震發生於喺主前2800年前，現今大衛城國家公園嘅遺址挖掘出嘅建築物牆垣倒塌時嗰啲嘅損毀物件，包括好多一啲破碎咗嘅容器、碗、燈、堪具同埋粉碎嘅儲藏罐。當社會繁榮嘅時候，正係宗教信仰一個好大嘅考驗。人心嘅歸向往往有不同嘅取向，不同嘅效果。唯有人當經歷災難嘅時候，先叫人心思意念，思考信仰生命嘅實在性。